主啊，2024年12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点律法中活跳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7章第70到25节。安尼，咱要讲什么？律法是罪是无？绝对毋是。不过，若无律法，我就毋知什么是罪。律法若无讲毋通贪心，我就毋知什么是贪心。罪利用改变找机会伫我心内，引起逐款的贪心。无律法，罪就无作用。以前无律法，我嘛伫活，改变一个来，罪活起来，我就死去。对我来讲，本来要互人活的改变，颠倒互人死，因为罪利用改变找机会欺骗我，嘛利用改变害死我。所以，律法是神圣，改变嘛是神圣、公正、佮良善。若安尼讲，迄个良善的害死我是无？绝对毋是，是罪利用迄个良善的害死我，互罪恶的本质显露。安尼，罪利用改变，互伊极其恶毒的本质搁较显露出来。咱知律法是属灵的，毋过我是属肉体，已经出卖互罪做奴隶。我无明白家己的所做，因为我爱做，无去做；我无爱做，颠倒去做。我若做我无爱做的，就是承认律法是好。安尼，伫做我无爱做的，毋是我，是踮伫我内面的罪。我知伫我本性内面无良善，我有做好的意愿，毋过无做好的气力。所以爱的好，我无去做；无意爱的歹，我颠倒去做。我若做我无意爱，就毋是我本身伫做，是踮伫我内面的罪伫做。安尼，我有发现一个法则，就是我想要做好的时，歹甲我填地。我内面的迄个人倚爱上帝的律法。毋过，我看出，伫我的身躯有另外一个法则，甲我心思的法则伫交战，掠我做受犯，来降服我身躯内面的罪的法则。我即个人有够凄惨，什么人会当救我脱离即个至到死的身躯？感谢上帝，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有救我。安尼，我的处境，一方面是用心思顺服上帝的律法，另外一方面是用肉体顺服罪的法则。做踮律法中活跳。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律法，原本是要互人知罪，譬如讲，毋通贪心。即条诫命，互人知影什么是贪心。律法的命令本是神圣、公平、良善的，为着要互人得到性命。但是罪却伫律法的条文规章中间活跳起来，也就是讲，罪借着律法的命令，找机会诱骗人。伫律法上，若是禁止的代志，就互人若想要去试看觅咧。譬如讲，有一寡小食店头家会伫料理台搭单仔讲，倒台温度悬，请莫蒙卡的警语。毋过，却有一寡人虽然看到警语的大字，还是伸手去甲摸，受烫伤，才过来责怪
点头家。搁亲像创世纪内面记载，上帝禁止亚当和夏娃食迄分辨善恶的果子，指出食了的确会死。因明明知影毋通食迄个果子，还是甲食，这是因为受到蛇的诱惑，互因曲解上帝的命令，直到犯罪，却搁找理由来合理化因的行为。保罗并无否认律法互人知罪的功能，但是伊搁较深刻体会到律法会因为罪将人带向死亡，所以保罗才会讲罪的代价是死亡。既然罪会照着律法将人带往死亡之路，那呢一心想要靠遵行律法得称义，就断断无可能。人无法度靠家己脱离罪的管辖，若想要掠条律法条文，就若互人陷入恐惧战惊，就无法度安然徛在伫主的面前。就亲像保罗讲的，所以爱会好，我无去做；无以爱会歹，我颠倒去做。这就好亲像人格分裂一般，迄个最歹的我是分裂出来的我，这个我互罪合做条，受到罪的指挥，但是这个我却毋是真正的我，只是我的其中一个。保罗最终所要表达的，就是唯有倚靠上帝的救恩，因为人落入善甲恶的抉择的时，常常往恶的方向行。只有照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才会当倚靠这恩典称义。人虽然因信称义，却无法度免除原是罪人的身份。咱的心灵固然愿意顺服，肉体却往往无受控制，并未因为已经受洗诚侪基督徒就全然改变。咱依然会落入身不由己的挣扎，也因为意识到自身的挣扎，咱搁较需要倚靠圣神的帮助，才会当互咱往善靠近，渐渐远离恶。咱是活踮主的恩典下面，应该清楚家己是因着基督救赎的恩典脱离罪，咱着顺服伊，互伊伫咱会死的身躯开创新的活路。默想，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互我会当脱离律法的约束，伫善恶的交战中，倚靠圣神，顺服上帝的法则。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互我会当脱离律法的约束，伫善恶的交战中，倚靠圣神，顺服上帝的法则。咱来祈祷，主，你知影我时常处踮善甲恶的交战中，愿你的圣神成做我的明灯，互我会当行往永生的道路，远离罪所带来的死亡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